針對這屆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去訪問中國，行政院長杜英台是表示講，咱台灣絕對袂接受投降倒互敵的這個模式。認為講，任何甲中國有接觸的人，攏應該愛受到監督。另外，面對着這李金秀的質詢，杜英台在立法院長韓國瑜邀請了後，有爬上台頂，不過咧表示伊的立場的時，是干那看韓國瑜爾。投降的、不抵抗的、不作為的，這個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北平模式。我不認為台灣現在有任何的人可以接受這種躺平的模式。回應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帶團訪問中國，行政院長杜英台講，即馬台灣無法度接受這款體互平的模式，認為講甲中共接觸的政黨人士，攏應該受到監督。身為一個政黨的代表人，或是具有實質政治影響力的人士，用公開的方式與中共接觸，難免必須受到高強度的監督。那麼，如果未來或是這一次有任何不法行為明顯的發生，是要災後重建的方式來重建整套強而有力的法律規範，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。另外一方面，主家也有爭議的民眾黨立委李金秀，頭一擺佇咧議會登記分組質詢，伊請做主席的韓國瑜請官員上台備詢了後，杜英台雖然有上台，不過專程干那看立法院長韓國瑜，嘛表達伊的立場，是基於對於院長主持大院議事秩序的尊重。站在對面的李珍秀女士，她並沒有依法放棄中國的戶籍跟國籍，這個責任是在中國政府。希望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能夠依據相關規定，尊重本院立法委員的質詢權。韓國瑜中心立委的職權了後，化工休困，這讓李金秀受淡薄仔生氣，繼續佇台頂咧等假，閣開始開會。拜託所有善良的台灣新家人，我們一起來阻止這個毀憲亂政的賴政府繼續惡搞。李金秀閣一改對空氣質詢，講甲捍衛中培參政權的時陣是規個人強要喊出來。若其他的7位民眾黨立委是專程佇台仔骹舉看板，頂懸寫着捍衛中華民國法制。若李金秀因為最近一寡言行的爭議，已經去予黨內送去到中評會。黨團的總召陳清良表示會尊重中評會的裁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